呢一段片嘅內容，我哋會講返離子 ions 啦，同埋離子化合物 ionic compounds 究竟係點樣形成嘅。首先呢，我哋去返有關原子嘅結構裏邊先。喺原子裏邊呢，我哋知道質子嘅數目會同電子嘅數目一樣，咁即係話呢，正電荷同埋負電荷呢係一樣嘅。咁所以呢，原子我哋話佢係電中性嘅啦，即係 overall 總括嚟講，一粒原子其實係冇帶電荷嘅。但係當原子佢獲得或者失去一個或者多過一個嘅電子嘅時候，咁會係點呢？冇錯啦，咁佢就唔再係原子啦，我哋就叫佢做離子。離子即係 ions 啦，咁佢究竟同原子 atoms 有咩分別呢？由於佢嘅電子嘅數目同埋質子嘅數目唔一樣，所以離子整體係帶電荷嘅。至於佢帶咩電荷呢？咁就要睇下究竟佢係獲得定係失去電子啦。佢係帶正電荷定係帶負電荷呢？我哋睇下以下落嚟嘅例子就會明白㗎啦。我哋以 sodium atom 為例子啊，一粒 sodium 嘅原子裏邊佢有11個嘅電子。咁喺最外層裏邊呢，你會見到佢有1個嘅電子喺度。咁當佢失去呢一個嘅電子嘅時候呢，佢就會形成一個穩定嘅貴氣體嘅電子排布，我哋叫做八隅體 octet。而佢依家呢，就只係剩返10個電子嘅啫。但喺過程裏邊呢，其實對質子嘅數目係冇任何影響㗎，咁所以佢仍然係有11個嘅質子。於是喺 sodium 嘅離子嘅結構裏邊呢，佢現在係有10個電子同埋11個質子。於是10個負加埋11個正，咁佢最終係會有1個正電荷。另一個例子，我哋會睇帶住12個電子嘅 magnesium 原子。當佢失去最外層嗰2個電子嘅時候，佢亦都會形成一個穩定嘅八隅體結構 octet structure。咁由於佢現在嘅電子數目係比質子數目少2個，咁所以佢係一個離子，亦都係帶住2個嘅正電荷。睇完呢陽離子 cation 係點樣形成之後，我哋會睇埋呢究竟陰離子 anion 即係帶負電荷嘅離子係點樣形成㗎？對於一啲相對上最外層比較多電子嘅元素，例如係 chlorine 咁樣，我哋見到佢最外層裏邊呢，其實只係爭1個電子就可以達成八隅體嘅穩定嘅結構。所以佢會傾向係獲得1個電子去達成穩定嘅電子結構。喺呢個時候，質子嘅數目仍然係冇變㗎，咁所以本身佢有17個質子。咁現在呢，當佢獲得1個電子之後，佢就有18個嘅電子。所以整體嚟講 chloride ion 呢，佢會係帶住1個負嘅電荷。咁我哋睇埋氧啦 oxygen。你見到咧喺個電子圖裏邊咧，其實佢最外層嘅位置咧係爭2個電子咧，先至可以形成到 octet 嘅 structure 八隅體結構。咁於是其實咧，氧嘅原子係傾向獲得2個電子之後咧，就變成 oxide ion 氧嘅離子。而當佢獲得2個電子之後，由於佢多咗2個負電荷，咁所以 oxide ion 佢嘅整體電荷咧就會係2負啦。好啦，我哋啱啱講到咧 oxygen atoms 咧，佢係需要獲得2個電子先至可以變成一個穩定嘅 octet structure 八隅體結構。咁而呢個會係一個氧嘅離子。咁究竟嗰2粒電子係邊度嚟嘅呢？嗱，記得我哋頭先講過陽離子其實就係由一啲嘅原子失去咗電子而形成嘅。咁當呢啲嘅電子轉移咗去例如 oxygen atom 度變成
N ion 陰離子嘅時候呢，咁其實化合物就係咁樣形成嘅啦。離子化合物呢，其實就係由陽離子同埋陰離子去組成嘅。咁當電子係由一個原子轉移去到另一個原子嘅時候呢，呢個電子嘅轉移呢，其實就係我哋平時成日所講嘅化學反應，而離子化合物呢，就係咁樣形成嘅啦。我哋用 sodium oxide 嚟做例子啊。咁喺 sodium atom 裏邊呢，佢係會失去一個電子，變成咗 sodium ion。而 oxygen atom 呢，其實佢係需要獲得兩個電子去形成 oxide ion 嘅。所以我哋需要兩個 sodium atom 先至可以提供到 oxygen 需要嘅兩個電子。咁所以喺 sodium oxide 呢個離子化合物裏邊呢，其實就係由於sodium ion 同埋 oxide ion 嘅相反電荷，就將兩個嘅 sodium ion 同埋一個嘅 oxide ion 黐埋咗一齊啦。所以代表住 sodium oxide 嘅化學式就會係 Na2，即係有兩個 Na 咁解，再加一個 O。而你見到呢嗰個化合物 sodium oxide 嘅電子圖，其實佢係只係畫咗最外層俾大家睇嘅啫。咁而 Na 正嘅離子呢，點解佢入邊乜電子都冇嘅呢？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最外層嗰一粒已經俾咗人啦。而喺 oxide ion 裏邊，你會見到有兩個特別唔同嘅電子呢，其實就係由 sodium atom 獲得嘅電子嚟嘅。今個溫習片段嚟到呢度已經完結啦。咁同學呢係學識咗離子係點樣形成啦，亦都知道離子化合物係點樣形成嘅。咁同學們呢亦都需要呢去知道究竟兩個元素加埋一齊，佢會形成一個乜嘢嘅離子化合物啦。需要識得寫出佢嘅名啦，佢嘅化學式，同埋要識得畫佢嘅電子圖。同學們亦都需要呢去背誦嗰個嘅離子嘅名稱，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加油啊！